首付唔使10萬，總價唔夠100萬就可以輕鬆入住精裝第4房啊！咁係想揾精裝4房嘅朋友，呢套房非常值得你關注啊！呢套房屬於錦繡5期嘅次新小區嚟嘅啊，業主裝修保養非常之新淨啊！雖然我樓層矮啲，問題前樓間距非常夠開闊啊，採光通風冇受任何影響，並且視野非常開闊啊，景觀亦都非常漂亮啊！有山有田園風光，仲有綠化園林，都盡收能帶，令人非常舒服嘅。OK， 隨住我哋鏡頭睇下你呢個裝修情況如何。走，10米嘅大陽台，你睇下視野睇新景，視野非常開闊嘅，睇到嘛？樓間地非常闊，所以講佢採光通風冇人。OK， 再睇下你哋親客廳嘅睇法嚟講，仲有個生活用途。OK， 對呢套房有興趣嘅，評論區留言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，隨時聯絡我小監屋，實地帶你睇樓。